新年到，好未來。今日同大家推薦一道廣東人年年都必做嘅新年菜——鹿茸菇炒牛肉。嗱，呢一道菜咧，唔單止好味，仲非常之有營養㗎。鹿茸菇嘅口感有啲似松茸，脆脆滑滑嘅，富含包括人體必需氨基酸在內嘅17種氨基酸。除此之外咧，佢仲含有活性多糖、膳食纖維、B 族維生素以及多種礦物質，而其中咧珍貴嘅多糖成分咧，能夠幫助身體維持活力，提升防禦機制㗎。將佢同啲鮮嫩嘅牛肉一齊炒，簡直就係絕配啊！牛肉補充蛋白，菌菇提鮮，增加營養，食起嚟口感豐富，營養均衡，係一道能夠讓全家人都中意嘅美味營養菜。新年就要食得開心同埋健康，你有冇咩新嘅菜式推薦我哋啊？快啲嚟評論區話我知啦！今時今日保命要緊啊，保持營養均衡，疾病拜拜。記得點讚同埋轉發俾你嘅屋企人喎。